江蘇餅冇佢咁煙韌咯。你話似饅頭，佢又唔係好似，因為饅頭係蒸啊嘛，佢呢啲烘啊。呢啲係老一輩啲鄉下餅嚟啦，老人家食嘅多數話新潮嗰啲嚟食，其實 O K 㗎，溝佢甜甜地嘅，口感咪實心蛋糕咁樣。呢款外表白白滑滑、質感介乎光酥餅同饅頭嘅懷舊小食就係白餅。白餅又叫大肚餅，因為中心隆起，寓意早生貴子。結婚都會派白餅嘅，呢啲一斤4個，好似嗰啲禮餅咁樣。整白餅嘅材料唔多，只有麵粉、水、糖、鹼水同酒餅，但工序就特別繁複。用啲熱水去溶咗個酒餅，然後猜到佢咪可以發酵咯，開日咪可以入糖，入糖咪可以好似形成呢個咯餅身咯。由於餅身好黏滑，搓之前要喺台面撒大量麵粉，方便做餅。加入拳頭咁大嘅麵種，同一部分嘅餅身先搓勻。餅身就加埋嗰個所謂槓桿咯，將嗰個鹼同埋嗰個酸性要分開咯。鹼係去酸啊嘛，咁咪食落去咪好舒服。溝埋所有材料之後，就可以反覆對接。搓成長條形之後切粒，撳扁之後再上盤。要整出好食好睇嘅白餅，烘嘅功夫都係關鍵。第一轉火要將個面咧揦佢啊嘛，揦到佢唔會唔會有出爐咧有巢皮個感覺啊嘛，出爐靚啊嘛，個美觀啊嘛。然後咧揦，然後落嚟第二浸屬於係油火啦，慢火。第3個爐咧就高卜個底，等佢個底卜上嚟比較靚啲，咁啊上落去呢個又平衡翻佢。咁一路咁循環。一盤白餅大約烘15分鐘，過程要走勻4個爐，有時仲要時不時轉盤，確保受熱平均。即係你除咗你唔再去入爐咯，你一起咗就要落㗎，唔落就變成黃。呢個係而且仲要好有心機嘅，唔係話你可以隨時可以做到嘅。摸上手滑身實淨。底部焦香大脆，入口煙韌香甜，就算食一個已經好飽。外表同味道冇咩特別，但就好考師傅嘅功架，所以仍然有唔少熟客嚟捧場。間唔中食下啦，幾好食嘅，煙韌韌甜啊咁啊！我攞嚟食㗎咋，有啲人攞嚟拜神啊。我啲孫啊中意食，我老公啊中意食。不過師傅都話，識做白餅嘅人越嚟越少。我識㗎，我教好多個都唔係做得好好嘅，失傳啊，冇咯，咁大年紀點樣飲接班人啊？蘋果揭露暴政真相，請支持訂閱。